第4集。上一集講到，所有事物都係嚟自於種子，而種子呢就有4個運行嘅規律。咁我哋了解咗正確嘅世界觀之後呢，呢一集我哋就講下種子法則嘅重要工具，知而後行，改變生命軌跡的實用工具。歡迎嚟到 DIY 讀行者頻道，陪你讀書，分享智慧，活用生活，運用種子法則，實現人生5大目標。如果呢個方法及分享係可以幫到你嘅話，歡迎讚好、訂閱同分享 DIY 讀行者頻道。當和尚遇到鑽石，簡體中文版叫做能斷金剛，英文版叫做 The Diamond Cutter， 作者 Geshe Michael Roach， 麥可羅區格西。當和尚遇到鑽石20週年經典紀念版，一個佛學博士如何在商場中實踐佛法。本能直覺從何而嚟嘅呢？格西老師呢提及到互相關係，意思呢就係指行為同埋思想嘅種類同埋特定嘅冥印之間嘅所有關係，或者行為或者思想嘅種類導致特定嘅冥印，而呢啲嘅冥印令到我哋喺人生同埋事業呢導向我哋所希冀嘅特定結果。一個人嘅諗法以至信念，相信係由出生開始，父母、老師、長輩、學校教育、同輩影響或者社會價值觀等等因素構建成一套屬於你個人嘅系統機制，從而引申出一個人嘅價值觀立場。喺種子系統上，我哋稱為表面因。我哋呢刻唔係喺度探討呢種稱為行為同埋結果之間嘅表面因嘅爾虞我詐、你不仁我不義嘅社會或心理現象，而係種子系統嘅層面。點解會有本能直覺呢？所有嘅事物都係經由你嘅冥印製造產生出嚟㗎。你周圍嘅世界、周圍嘅人，甚至你自己，都係過去好或者壞嘅行為、語言以及思想產生嘅產物。呢啲深層因嘅症結，咁同本能直覺有乜關係呢？問題係在於本能直覺同萬物潛能係相矛盾嘅。正確嘅世界觀係所有人事物都係由我哋而嚟，我哋要對自己嘅經歷去負責任，唔可以話好事嘅發生我哋呢就去負責任，而壞事嘅發生呢我哋就怨天尤人，或者定性為命定論咁樣唔係真正咁樣了解萬物潛能嘅運作。為咗創造人生同埋事業嘅特定目標所需要嘅特定冥印，往往呢就與人性嘅本能呢係相反嘅。格西老師引用咗佛教所講嘅6道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或者係針對特定嘅行動所造成嘅冥印，以及冥印如何影響我哋對事物嘅觀感，三者之間嘅互相關聯。基於《當和尚遇上鑽石》係一本商業嘅暢銷書，而格西老師喺第7章呢就提出咗真實可行嘅解決方案。書中呢就會講述咗46個嘅商業問題，係好值得我哋去好好閱讀同埋理解嘅。例如問題1：公司財務唔穩定，長期支出，解決嘅方案就係分享利潤。第2個問題：公司嘅儀器、電腦等好容易壞，解決嘅方案就係停止妒忌。或者你會覺得一連串嘅商業問題都唔係用正常嘅思路去解決嘅？冇錯，如果去了解萬物潛能同心之冥印嘅關係，種子法則就係引導你去處理問題嘅深層症結。重要嘅係為咗創造人生或事業嘅特定目標所需嘅特定冥印，
往往同人性嘅本能相反。我呢作為跟從咗格式老師學習種子法則嘅學生，一開頭都覺得呢套工具嘅實行係充滿咗問號，甚至顛覆咗我本來嘅直覺。固有嘅思維模式同埋注入新嘅思維模式係進行打交。老師教導我哋想要嘅目標完成，種下深層因嘅種子，都會舉起手做一個4字嘅手勢。我哋稱呢個工具就叫做4步驟。4步驟就係你需要嘅強大嘅工具。咩叫4步驟呢？喺書中新增附錄中第355頁詳細咁講。步驟1：決定你要什麼，立定你想達到的目標。世界上多數人都有5個很經典的目標： 1. 經濟獨立； 2. 良好的人脈和人際關係； 3. 健康、青春和活力； 4. 源源不絕的寧靜和平靜的心； 5. 一個人人都同樣享有這些福分的世界。從這些目標當中選一個出來，言簡意賅地定出你在接下來6星期內想達成的目標。步驟2：選一個種下種子的夥伴，意思就是你需要一位栽種種子的夥伴，而這個人必須在大方向上和你尋求一樣的目標。步驟3：一周一次幫忙你的夥伴。為了達成目標，我們要採取一些具體的行動，協助這位夥伴達成他自己類似的目標。步驟4：為深色種子澆水。前面3個步驟是種下深色的種子，但深色種子有一個大的問題，就是它可能在心裏待上100年，才定放開來或拼出我們的目標。要加速這個過程，有一個古老的方法，可以為深色種子澆水。方法可以好簡單，就係每一日揾一個 me time， 瞓喺梳化或者床上面，單純咁喺你腦入面重播一次你做過嘅好事，包括細節、情景、畫面、人物、說話、行為等等。記得呢個部分好重要，而且到最後你感謝你運用呢套種子法則嘅新方法，將一切嘅好種子送返去你特定嘅目標。第202頁，你必須努力克服對於本書提出的觀點所產生的天生的抗拒。如果你仔細思考，你將發現許許多多關於成功從何而來的主張和信念，早在你極為年幼的時期就已經植入你的心中。你對於人生的許多見解，其實是小學1、2年級的老師所灌輸的。如果現在你們見面交談，他們可能反倒認為你荒謬可笑。為了獲得真正的圓滿成功，你必須學習去戰勝過去數十年來老是導致不良後果，或充其量偶爾讓你嘗到甜頭的思考和行為模式。先前提及書入邊嘅46個商業問題，正正可以配合4步驟工具去實行。唔好只係聽我哋講，你可以去實踐試下 work 唔 work 㗎。我喺2000年就開始認識咗種子法則。睇呢本書嗰陣都覺得第2個商業問題好有意思嘅。正正喺當時我係開緊奶茶店嘅，公司嘅冰機啦同埋電磁爐周不時都會壞，仲要係維修添。咁啱嗰陣生意都唔係好好嘅。見到街上面啲人就飲其他品牌嘅奶茶嘅時候個心就會諗，好叻咩？我覺得我啲奶茶仲好飲啲咯，只係冇人知嘅啫。因為嗰陣時嘅奶茶鋪係一個初創嘅生意嚟嘅。我為咗唔想我嘅公司嘅儀器又要壞啦，我就跟住呢個方法試一試啦。
見到咧好生意嘅鋪頭咧都會去隨喜佢哋。當時咧我覺得好似逼住自己咧去咧為人哋嘅成功咧而開心，都覺得咧好似好奇怪嘅。加上4步驟第4步驟嘅咖啡冥想咧，要回想咧我哋今日要做過嘅好事啊，見到咧好生意嘅畫面，嗰間鋪頭咧好生意啊，可以請多啲嘅員工啊，喺個入邊咧工作啦，老細咧賺到錢，亦都可以擴充業務啦，又可以請好多人。我發覺咧慢慢咧好似咧開始冇咁容易妒忌，公司嘅儀器咧真係少壞咗啦。從來改變都唔係一朝一夕嘅事。格西老師用戰勝本能直覺，表示改變係需要決心同信心。第205頁，無論是個人或事業的圓滿成功，都是一個結果，而所有的結果都有一個起因。當你一再重複相同的因，你就會得到相同的果。然而，你必須開始深入地了解每天行善作惡所種下的冥印，如何決定了事業的成功或失敗，然後你就可以好好地規劃未來，靜待夢想成真。如果覺得呢條片棘到你嘅話，記得訂閱 DIY 獨行者嘅頻道，仲要撳埋隔離嘅當當，有片嘅時候就會通知你。我哋下一集帶大家拆解呢本書，一步一步帶你認識種子法則。我哋下集見，Bye。I will take care of you。